喺賽馬會同心理情計劃入面，學生上嘅堂，線上遊戲每個關卡同埋故事都同社交情緒學習嘅主題係有關嘅。學生作為遊戲裏面嘅情緒練習生，需要學習運用唔同嘅同心理情小法寶，例如情感雷達、呼吸泡泡等，喺線上同埋現實情景中練習辨識、調節同表達情緒。故事仲有一個重要嘅角色，情緒經理人，佢會聆聽情緒練習生，陪住佢哋整個旅程，由遊戲到現實，慢慢內化情緒管理以及社交技巧，為自己做到負責任嘅決定。進入情緒練習生遊戲，學生需要用專屬嘅賬號登入遊戲平台，然後創建角色，就可以開始第一關遊戲啦。課堂第一節以及遊戲第一關叫情緒圖鑑，學習目的係想讓學生認識自己嘅情緒。故事講述傷心小狗 Blue Blue 喺操場玩嘅時候，唔小心唔見晒情緒圖鑑裏面嘅情緒卡，所以大家就一齊幫忙揾翻呢啲唔見咗嘅情緒卡啦。睿智貓頭鷹大師趁機會教佢哋認識唔同嘅情緒表情，以及解釋喺唔同情景下可能出現嘅情緒反應。而家等我哋一齊進入網上遊戲嘅第一關，一齊睇下。課堂第二節遊戲第二關心情節拍機，學習目的係讓學生學習到表達自己嘅情緒。故事講到，睿智貓頭鷹大師介紹咗一個小法寶心情節拍機，教大家點樣利用音效同埋節拍嚟表達自己嘅情緒。喺遊戲入邊，小動物情緒練習生都有代表自己情緒嘅音樂。睿智貓頭鷹大師就邀請大家一齊跟住音樂去打拍子。另外，心聲填詞人亦都教大家用言語去表達自己嘅感受。我哋一齊睇下第二關嘅遊戲係點玩。課堂第三節遊戲第三關叫做情感雷達，學習目的係想學生學習留意人哋以及自己嘅情緒反應。呢次故事講到平和水豚 Cappy 用小法寶情感雷達探測到 Moo 佢嬲緊啦，於是 Cappy 就教 Moo 用水豚之呼吸嚟平復情緒。跟住睿智貓頭鷹大師就指示大家試用情感雷達去辨別台下觀眾嘅情緒。而家我哋一齊睇下第三關嘅遊戲示範。課堂第四節遊戲第四關叫友情出道，學習目的係想學生學習喺學校表達唔同嘅情緒。故事講到同心理情學校開放日就到啦，小動物情緒練習生會喺攤位展示唔同嘅小法寶用法，例如善良小象 Ellie 會用友誼之環俾大家體驗朋友間嘅支持，怕醜兔 Libby 就用紅抱手套去示範俾自己一個溫暖嘅擁抱。去到遊戲入邊，大家就合力用唔同嘅小法寶幫 Libby 完成佢嘅跳舞表演。而家我哋就一齊入去遊戲入邊去幫下 Libby 啦。課堂第五節遊戲第五關叫心聲舞台，學習目的係想學生學習喺屋企入邊表達唔同嘅情緒。故事講到小動物情緒練習生帶住屋企人完成開放日嘅小任務，任務包括尋找小法寶、心聲調查同埋製作感謝卡。而家我哋一齊睇下第五關嘅遊戲內容。
嚟到最後一關練習生慶祝會，目的係想學生將之前所學嘅技巧運用喺日常情緒管理同埋建立人際關係上面。喺最後一節嘅故事裏面，小動物情緒練習生分享自己嘅經歷、心聲，以及點用小法寶嚟調節情緒。最後學校仲舉辦咗同心理情小法寶投票，俾大家選出認為最有用嘅小法寶。而家我哋一齊嚟睇下第6關嘅遊戲片段啦。